今日就參加咗哥倫比亞冰原1日遊，咁依家就帶大家出發啦！我哋沿住冰原公路向冰原進發，到達第一站宮湖。咁因為呢，早期宮湖沿岸嘅樹都非常適合製弓，所以佢個名呢就係咁嚟噶啦。跟住就嚟到第二站佩圖湖，咁佢就比較特別嘅，要從高處望落嚟，啲人就話佢嘅形狀似貓爪或者楓葉，唔知大家又覺唔覺得呢？然後嚟到我哋今次旅程嘅重點——哥倫比亞冰原。佢唔單止係落基山脈最大嘅冰原，仲有河流之母之稱啊！因為佢溶咗嘅水呢，都會分別流入太平洋、大西洋同埋北冰洋噶。依家就轉車坐呢架車上去。咁我哋就坐冰原探險車去最著名、最容易抵達嘅阿薩巴斯卡冰川。好跣啊！小心仆街。冰川喺我後面啊，好少可咁近影到冰川。走之前同冰原遠景影返張相先。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